人人都話玉不琢不成器，唔係每一件玉雕咗之後都會成為藝術品。呢一盤係男人見咗之後都想要嘅大掛件，從觀音嘅開面到佢嘅裙帶同每一個線條嘅勾勒，你都可以睇到翡翠嘅靚。呢一手料非常之靚，皇家綠嘅一啲種水帶色嘅一份料。我哋做咗4大金剛，第一個就係觀音。觀音作為大慈大悲，佛教從漢代流入中國以後，觀音就係應用最廣嘅。第二個題材逍遙佛，呢個橢圓形嘅一個設計，下邊仲用綠色綢雕咗一隻蝙蝠，佢嘅形狀相當之舒服。另外一件就係福氣臨門，作為一個無事牌，加上一個簡約嘅一個雕刻，令到呢件貨好有質感。一個仿古嘅一個方形牌，做咗一個好特別嘅設計。中意簡約同埋方牌大氣嘅朋友就可以揀呢款。另外龍牌一直係好多朋友中意嘅，呢個背面一刀切好厚嘅一個大方牌，成條龍每個線條同埋佢身上嘅每一個紋理都雕到活靈活現。呢件嘅靈芝咧，我自己係相當中意。你睇下呢個靈芝如意，佢每一個位都唔係好刻意，成個冰感咁強咁厚，大自然嘅美感同埋靈芝嘅生命力，佢喺裏邊好活靈活現。每次我睇到呢件作品嘅時候，我自己都覺得心情舒暢。翡翠嘅形成億萬年，能夠喺雕刻大師用10隻手指慢慢雕琢出嚟嘅藝術品，我哋相信佢總有一日遇到啱眼緣，同埋遇到自己嘅主人。大師嘅雕刻作品就分享到呢度，中意嘅不妨同錢錢交流一下，關注我買翡翠唔踩坑。